喺兩會精神入邊咧，我最感興趣咧就係呢個銀髮經濟嘅。特別喺我哋作為區議員嚟講，我服務呢個公共屋邨，大多數人口已經老化啦。好似葵青區葵涌西呢邊咧，65歲或以上嘅將會達到28%。咁我哋香港因為地少人多啦，咁安老服務亦都比較上缺乏嘅。促進呢個大灣區安老發展咧，亦都係一個大趨勢嚟嘅。喺兩會入邊提到，當門市作為一個安老養老設施嘅切入點嚟嘅，內地嘅住院甚至安老服務，咁亦都好受呢個香港人歡迎。我希望咧香港政府咧都更加多嘅資源投放落去老人服務嗰邊，可以讓到香港嘅老人家享受到大灣區嘅安老設施。